第16课，好的厝边，咱伫路加探读到好厝边的譬如，耶稣甲一个律法师讲一个譬如，迄个律法师问耶稣一个问题，耶稣无直接应伊，耶稣甲伊讲好厝边的故事。咱即马探读迄个故事是亲像路加写的，只有欠几句话。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起来试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才会得到永活？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伫律法有记什么？你读了怎样？”律法师应讲：“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倚主你的上帝，也着倚厝边亲像家己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你因的是对，照安尼来行，就有永活。若是迄个律法师爱显明互众人知，伊家己是遵看律法，伊爱显明伊是一个义的人。伊问耶稣讲：什么人是我的厝边？耶稣应讲：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，拄着贼仔，因把伊的衫用真济力拍到半死走入去。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要落去耶利哥，看见迄个受伤的人，祭司就先对迄边过去。搁拄好有一个利未人对迄条路要落去耶利哥，伊到迄个所在。看到迄个受伤的人，看了又原对迄边过去。搁拄好有一个撒玛利亚人骑驴仔对耶路撒冷要落去耶利哥的时，对遐过。迄个撒玛利亚人看见，就怜悯伊。撒玛利亚人拢无要紧，贼仔会过来阿伯，因为伊可能即个受伤的人，伊经我伊。用油甲酒添伫伊着伤的所在，伊拄好有油甲酒，伊添酒洗迄个人的伤，伊添油甲伊抹，伊所添的油甲酒，互受伤的人感觉较爽快。迄个受伤的人拢无气力，所以撒玛利亚人将家己的驴仔互伊骑，带伊到客店来照顾伊。第二，伊摕2个囡仔互店主，讲：着照顾即个受伤无气力的人伫你的客店，所费若较济，我倒转来才顺利。了后，撒玛利亚人离开客店，搁去耶利哥。耶稣就问即个律法师讲：这3人中，你打算倒一个做拄着贼仔迄个人的厝边？迄个律法师讲：怜悯伊的就是。耶稣就甲伊讲：你去照安尼来行，